讲到一般的安乐死，真侪拢是用注射的方式。不过，即马有一种安乐死座舱，咱人若准坐入去，开关甲饲落去呢，这5分钟到10分钟内，袂有任何感觉，就会当安安稳稳离开人世间。这欧洲国家瑞士就协助安乐死的组织，打算要开始使用这款的座舱，这也搁再引起着法律和道德的问题。 用白色甲紫色制作的床体挂壳，内部造型佮特别符合人体的线条制作。这个亲像是太空舱的商品，实际上是利用3D 列印技术制作的安乐死家门工座舱，会伫未来几个月伫瑞士投入使用。We're looking to demedicalise assisted suicide because a psycho doesn't require a doctor to be in close vicinity. 这个座舱是伫荷兰用12吨，投入差不多71万的美金，将近台票2328万做建发。伫2019年，就捌伫媒体公开，原理是甲舱内的酸素换作氮气，只要用气的内部空气的酸素含量，会伫30秒内为21%向降到0.05%，互使用者欠酸素死亡。 They will start to feel disorientated, uncoordinated, slightly euphoric before losing consciousness. That's not death, but that happens within 2 breaths. They will then stay in that state of unconsciousness for usually an average-sized person around about 5 minutes before death will take place. 过去一般毋望安乐死的人会先经过精神评估，确认心理的状态，这是关键的法律要求。协助安乐死的团体最后的避难所表示，用这款仪器安乐死无任何的法律纪律，暂时已经有人伫排队等待使用。因预估伫今年年底会提供伫无医疗人员的监督之下，互申请者用这款仪器进行安乐死。如果会限制申请的人的年岁必须要满50岁，也毋过若是申请的人满18岁以上，选择着当兵。 伊嘛被拒绝。另外一个共款嘛是协助安乐死的非营利组织解脱认为，所谓医疗辅助安乐死的协会，拢要遵守瑞士医学科学院的规定。Vraiment, je ne sais pas si on va l'autoriser, mais je suis comme vous, je suis révolté d'apprendre que effectivement on puisse qualifier cette utilisation de torture. 瑞士是全球头一个合法实施被动安乐死的国家，伫1941年就甲辅助自杀合法化。 伫无牵涉利益的前提之下，提供药物也是器具协助别人结束生命，伫瑞士是合法的。也毋过这款自杀座舱引发法律甲协助死亡的道德争议。暂时瑞士西南部外来邦的医生已经禁止使用这款仪器，伫其他邦是保留态度。公司新闻台是董平一。